屬虎嘅同學，大家好，你想唔想知道呢？其實舉個例子，如果你阿常我係62年啦、74啊、86年啊，屬老虎，我哋屬老虎嘅人呢，其實太歲係坐喺邊㗎？自己個位嗱，抄低佢啦，東北虎。東北虎45度，用奇門遁甲嘅口吻講，我哋叫近八宮，近好似銀行個銀字，要個金字邊叫近八宮啊。好嚟啦，咁啊抄得去簡單啲講啦，你喺屋企嘅中心點揾到45度，咁啊執好佢咧，就自己個太歲位靚咧，就事事都順利。最靚嘅方法咧，學我話齋善緣引財，你必要時喺自己個老虎位度可以做個三合財商啊，做個六合財商啊。三合財商、六合財商點樣做啊？嗰陣時我身邊有個徒弟咧去做財商好叻嘅喎，佢話參考過出邊好多大師嘅做法，甚至圖嘟嗰啲買賣方法都好咧，佢原來發現我揾個合就得㗎啦。所以大家記得咧，財商嘅定義係合。聚寶盤嘅定義真係個盤嚟㗎，好似沈萬三咁，係一個好似水仙盤啊，一個水果盤咁嘅嘢。盒咧就通常揾啲木盒，咁你又揾鞋盒梗係唔好啦，鞋聲。但好多時你買一啲靚嘅，例如手機啊，或者靚嘅，我都唔知做咩。因為我好少買靚嘢嘅，總之個靚嘅糖果盒咧，當係以前啲老人家用嘅月餅盒，咪又係財盒咯。打開個財盒裏邊咧，其實有兩個做法嘅。嗱，我睇一睇呢個俾大家睇。咁因為我唔想重複太多咧，大家要緊記啊。今日講嘅內容裏邊嘅168咧，理論上係人人一樣嘅。裏邊講嘅例如捐168蚊、268蚊、368蚊，對應翻168、800財星咧，都係一樣。所以大家要緊記啦。咁我就決定呢度咧，就將嗰13個片段咧，就組織成一篇完整嘅文章。咁大家乖乖地喎，唔好淨係咧揀，譬如我屬老虎，淨係聽老虎嗰部分喎，咁你就錯啦。因為點解？第一，我會將好多啲玄奧啊，好多啲秘義咧，就收埋喺其他啲生肖裏邊。特別早講嗰兩個鼠同牛，我講咗好多秘密喺裏邊㗎。所以你記得咧，你即使屬老虎，你鼠牛都要睇埋。如果你話屬豬啊，最大鑊啦。係咩？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龍、蛇、馬、羊、猴、雞、狗，你都要聽。所以12個生肖聽齊佢咧，咁你距離發達咧就又近一步啦，得唔得？咁 OK 啦，講翻咪咩叫三合六合先。咁講簡單啲講啦，如果屬老虎嘅同學要發達，要財運好啊，咁你記得喎，老虎咧2027年就冇犯太歲嘅，仲有少少叫送羊入虎口添。咁另外即使飛星上高佢都唔差嘅喎，9123，佢頂多嚟粒叫三碧是飛星嘅喎。咁嗰粒我覺得都係濕碎。咁但係你碰啱，因為我哋要催財啊，喺正嗰個老虎嘅東北位，你會放個超級無敵嘅財商。咁好多時咧，你要喺自己個太歲位就放財商。咁頭先屬鼠屬牛嘅同學，你都係咁考慮嘅。嗱，屬鼠嘅太歲位喺正北放財商，屬牛同屬老虎嘅太歲位喺東北咧就放財商。咁財商裏邊放咩嘢咧？俾兩個選擇你。嗱，依家聽一聽下老虎咯。第一個選擇你就放2封利是，你可以每封利是入500蚊。一封利是就寫住人虎，人係邊個人呢？唐人詩集個人，演藝學嗰個演唔要3點水，係12地支之一啊！人虎，虎就唐伯虎個虎啦，所以傳說當中唐伯虎真係屬老虎嘅，咁所以佢咪叫白虎咯。咁另一封利是就寫害豬，再講啦，一封利是寫人虎，一封利是就寫害豬。原來你何六口氣入咗500蚊落去，咁你放喺你個財盒裏邊咧，就收喺東北方。咁你又應承菩薩喎，咁你呢個財盒裏邊咧，喺1年之後，無論發生咩事都好，你都會係捐咗去，千祈唔好等價交換啊！我就識得有朋友咁樣咧，有一年咧就真係中咗6合彩啦，明白我嗰個意思嘛？你不妨要去咁試，咁叫做善緣引財。咁 OK 啦，如果有啲同學仔就覺得話，咦，我唔係好中意用6合，阿 Sir 用3合點樣做啊？仲簡單。嗱，聽實我用3個利是封，一個利是封就寫住人虎，一個利是封就寫住五戌，五馬，第3個利是封寫住戌狗，咁人午戌
虎馬狗，咁啊為之叫做三合啦。再講一次，一個利是封寫住寅虎，一個利是封寫住午馬，第三個利是封就寫住戌狗。咁呢個就係代表三合啦。記得都要合六口氣落去，代表六六大順。咁對招嗰個天降橫財係特別有效噶，得唔得？所以大家就要緊記啦。所以屬虎嘅同學仔留意下啦，你有4個方位咧要做風水陣噶，一個就係西北放聚寶盤，一個咧就西南放聚寶盤，一個就東南放聚寶盤。咁啊應咗個168。與此同時啊，你個西北位咧就要做一個財商，得唔得？咁呢度寫得好清楚，見唔見啊？屬虎專屬貴人格局啊，寅亥六合，寅戌三合，就係頭先我講嗰個道理啦，得唔得？咁啊記得呢個頭先我講嘅嘢，你聽唔明咧？聽完又聽，聽完再聽，咁你聽下你就明啊。重複一次，寅亥六合，寅午戌三合。寅亥嘅意思係寅虎亥豬，寅午戌三合嘅意思係寅虎午馬戌狗。咁你兩個方法自己揀一個。做好你個財商咧，最緊要係有蓋嘅先為之個財商啊。有啲仲講究嘅同學仔咧，真係要去揾啦。我知道文具鋪係有得賣，淘都一定有噶。有啲箱咧個密碼鎖仔啊，咁啲人話財商有把鎖仔會效果更好。咁啊，我就兩個方法都試過，我覺得都 OK 嘅。但係最緊要大家記得咧，有蓋先為之財商，冇蓋叫聚寶盤。咁另外啦，頭先講啦，東北位東北就放財商啦，西南咧就係放聚寶盤。東南都放聚寶盤，西北都放聚寶盤，呢3個咧叫168。好啦，祝屬老虎嘅同學仔咁啊，行善積福，福有攸歸。咁嗱，爆咗勁嘢俾你知咯，就唔好話唔知道。咁啊，記得啦，命由我作就福自己求。咁啊，祝屬老虎嘅同學啊，因為你2027年冇犯太歲啊，咁自己就俾啲心機啦，自己去爭取更加好嘅財運，更加好嘅生活，咁能夠幫助到別人又幫助到自己咧，就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善緣引財，福有攸歸。